市面上又有假钱在流通哦。苗栗竹南一间槟榔摊，第2五下晡有人客摕100块的纸票买物件，无等找钱，人就走了。后来店家发现讲，这张100块是假钱。这间店家哦，最近嘛已经是第2届收到假钱，嘛已经有去报案咯。电眼翕到这台轿车来到槟榔摊，用100块的纸票要甲头家买50块的槟榔。伫咧头家要摕蓝山来找钱的时，车煞已经驶走。头家详细甲看，才发现手提的纸票是假的。摕回来时吼，我摕过手尔，要甲未走，我未徛着，要甲顶开尔，伊车就紧驶走啊！哎哟，不是这钱啊，200块尔唔免啦，卖久要出完呢。代志发生伫2五下晡，苗栗竹南的这间槟榔摊表示，对方甲这张假钱对后交互伊，了后就赶紧落跑。店家讲，进前也捌收到100块的假钱，摕出来比对，发现两张的号码同款，纸有较粗，大细无同。下面的制作厂商名称也互人改过，烦恼假钱的以小票形式伫市面流通。同一槟榔摊上个月也曾遇到类似手法，经比对2次收到的假钞为同样号码。警方现已掌握特定车辆。警方表示，会将单咧比对店家的电眼，追查行为人到案，也咧追查敢有其他人受害。若真正的纸票，除了有变色的油墨，伫咧角写物件的所在，摸起来也较有立体感。加上透光来看，会有浮水印帮助辨认，提醒民众要加注意。记者苗栗采访报道。